再来看下这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是涉嫌漏摄这性平受害者的资料，经过调查认定伊并无违反着性平法，结果这个结果呢是互被害者甲代学生会真不满，要求教育部得爱重启调查，这叶秉成也得向受害者来回释的。你前后发表了2次声明，没有一句是对着我道歉，对不起这3个字，你从没说出口。互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伫咧社群漏摄国资，经过3个月调查，教育部认定伊无违法。这个结果，互被害人感觉无法度接受。拜伊伫咧台大学生甲立委议员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要求叶秉成爱回释嘞。他在这个事件上，只会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在逃避责任。我请问的是，如果他今天没有请辞，或者即使他请辞之后回到了台大，继续担任教育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还会在未来又可能面临一次又一次需要负担保密义务的情境？另外，针对教育部的处理态度，也互受害学生批评流程受过凊彩，而且佫有大细声的行为。调查判定叶秉成无违法，也互学生的心声受到严重的创伤。教育部的态度更令人心寒，当时对外承诺在1个月内完成调查，却在期限倒数前10天才联系我，要5天内提出说明答复。相较之下，却给叶秉成1个月的时间，结果却是叶秉成没有违反性平法。学妹拿出她的手机，颤抖着请我协助跟委员说明的时候，她一直在吐。在那个当下，没有任何专业的咨商师、心辅师、医师在旁协助，只能学妹一个人加我们在现场擦拭地板。台大学生会呼吁教育部应该退回调查报告，重新启动调查。另外，学生也指出，迄位甲女同学性骚扰的社工，目前搁伫台大服务，并无去互人调集，要求台大和教育部应该爱重视。原来教育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李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